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晚安。我回来啊！收音机边仔的恁过了好无？节目的开始，咱来听由三重埔廖辉煌先生甲大家分享的下那演奏，曲名是毋知影呢。假使讲廖先生，你若有听到阮的节目，则麻烦你甲阮联络一下。听众朋友，咱即马就来欣赏廖先生为咱带来的下那演奏。感谢廖辉煌先生甲咱分享的下那演奏。所据我了解，廖先生因毋但会晓下下那，阁会晓弹吉他，真正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。毋茫后一摆会当阁听到廖辉煌先生伊的乐器的演奏。即马咱先休困一下。等下，佮转来咱的节目。